笔直请你改印，倘有笔直回府向王爷复命啊。蓝金车，笔直请你改印，迟迟不改。无怪是有甚物困难，或者遗失的金印不在身啊。好手。小小好话，这两三步你就要来甲我比是毋是？过去学你30年才来。蓝金车，无怪你是巡察国府军是用这款的礼貌啊。金车大人，请你改下官要告退了。王官，在。这件案文，本官要搁详细查查。10天后，我才要改印。10天后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钦差大人，无亏你是无奉上所述的义任务。好事。不敢。刘义英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无，钦差大人，这是下官裁决而已。如果10天后，钦差大人你若是无改意，我就甲你当作假钦差大人，擒拿法办，告退了。这是你的欺人差事！过来！现在，无地你唔通啊！太极刀，绿插也有好的武功。伊是故意要来玩弄你连暗中啊有的意风，咱处处两保。对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你来这创啥货？来看林欢啊！看林欢，有王爷的手路无？无啊。好袂用，请你倒转去。啊，假使我若偏偏啊唔走，敢讲你敢对未来王官夫人安怎样是？无手路以上，绝对免互你看林欢。比你也敢搞大我！慢着，不用。哎！是心中原理。丁姑娘，请你手下留情。哼，什么呀？伊，我知影，先入去。是。丁姑娘，你是要来看殿下是？
要无我敢会要来看你这个为虎作俥、会江湖败类型？丁姑娘，你骂得好，奇怪我一时糊涂，误投干好，如今在江湖上留下了臭名。是啊，莫非你已经后悔啊？后悔？如今已经是后悔莫及了。丁姑娘，你若是要看丁兄，也免急在一时。你是讲？王官明仔要赴襄阳王的宴会，我会找机会解救丁兄逃走。心难安。今因由我来是落玉东还你害大哥，是未记恨你知道到死无因会如何？上龙府的所在，敢真是有亲像恁讲的遐尼可怕？毋是讲我家己伫咧讲老气话，凭我所学的，只能在机关探一个蛛丝马迹。若是讲机关楼内面更加无能为力。要若安尼，顶义士的下落，恁敢拢毋知影？要若安尼见面咧？今年到即马还阁查无消息。啊！以我的看法，今年一定藏伫咧冲霄啦。什么？冲霄楼？若是冲霄楼，在襄阳府机关最厉害。听讲设有3楼，分为天地人。自从设楼以来，毋知偌济武林高手死在伫楼中。尤其冲霄楼，伊的机关经经塔塔，一楼比一楼较厉害。一楼的人无一个活活倒出来。自从伊设楼到现在，还阁无一个人进入到伊的第2楼。所以，雷影如果若将金印去放伫3楼、天楼的内面，咱想要夺回金印，就比顶天搁较为难咯。什么？要若安尼，那咱是要安怎？哎呦，无啊，大人啊，无啊，那今日代志无啊。是什么代志啊？阮咧遮细只的吼，搁去互选去安尼。
我反背王冠。海军，家人，起来！好，好。新苗，爹爹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过年放猪，传着你走，你过年走，你走，走，他，面对啊！不要当伊爬进冲霄楼，伊是自找死路。冲霄楼的机关确实非常的厉害，可能赛主角心中愿，为着要救我，所牺牲伊的一条性命。建明，伫迄时阵，你有看到白五弟无？有啊，才在伫咧决斗的时阵，五弟突然出现。那毋是白虎爷，你来相救者，恐惊的，阮就无法度同我脱险。你若安尼讲，白五弟真是冒险去冲霄楼。五弟因为啥物要去冒险呢？那安尼，咱来去接应白虎弟。慢者，要去会用的，也毋过袂用轻易进入冲霄楼。好，咱三个斗阵来去。慢者，我嘛要甲你斗阵来去找白虎爷。对，我要甲你同齐来去。袂用哩，丁义啊，你袂用去，你也甲五义兄弟留在这个所在，保护咱大人的安全。来，咱三个来去，走。五弟为什么要去冲霄楼？哎呀，甲你讲，阮细只的吼，都是金印颜大人交代伫个手捧见的，所以你毋才会要去。五弟，拢是牛兄的毋对。我当初不应该将金银交予你，也不过牛兄会安尼做，完全是为着你朴素的脾气。我惊你去冲霄楼发生代志，所以我才会将金银交予你，想会到金银的心内。你真是去冲霄楼，你的一气，若是有三长两短，敢是牛兄的罪过？五弟。五弟，原来就是你哦！夭寿，你安尼行路这么小心，我就是刺客，啊你是要去倒？嘘！你莫较细声，即马叫外头听到，我就会阁无倒人去。相无关，啊你安尼母亲的打扮，无啊你是毋是？我要冲霄楼，这边五弟，袂用的啦，你的伤魂啊袂好，咱等下袂用得去的啦。你们甲我阻止，是啊，不咯，啊哈哈哈，拢是你。好佳哉是我哦，若无这声你若选去吼，还阁较惨。爹娘的自己，相分担，也
目睭金金，看待你日夜为着五堂的代志，伫咧操心。对呀，你一片的忠心，属下半感动。也毋过你，对呀，可是五爷，若是真是伫王府出事，有三老前辈因几位去接应就会用的，何必多你这受伤的人来伫咧操心呢？已经4件啊！三老前辈甲着欧阳大哥，因应该爱有消息，也应该爱倒当的才对啊！转来啊！伫遮，大姨哪会拢转来啊？三老前辈，欧阳大哥，你倒转来啊！恁大家有看到五弟无？王府戒备确实非常的周密，我三人是到王府附近的时阵，就已经叫雷英发现着，还未见到五弟，我就甲雷英一场的决斗。房间里搁带一批人杀出来，我只好保护2位前辈逃走。什么？恁大家拢无看到，拢无看到五弟人影。那安尼五弟必定凶多吉少。果然你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。自从这座通霄楼建立以来，也无一个有法度人爬到这个山寨，只有你一个人有法度人传这个机关，杀死我的真济机关手，雷无真金贵。只要你若肯投降王府，找我雷英，带领你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对位，雷英。我别个当并不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，你免想要将富贵来买我心，你若想胆量，你就跟我出来。白玉堂，免伫咧骄傲。如果若毋是讲我看你有这个本事啊，早就甲你结束。虽然你我都能穿进第3楼的机关，最后你有那是逃不过死无葬身之地的命运啊！雷英，你免想要向爸母威逼利诱，别个当是一个惊死的人。下次你若是敢将金面交出来，我就要你改改看。话讲得真豪壮，富有气吞三角之貌。好，李国栋，你若要爱颜顺敏的金印，夜头正手边看卖咧。金面，小弟。要头，我甲你讲，虽然金印伫你的面前，但是你有乃是莫去顶动就较好。你若是去顶动金印，新鲜的我都能解救你。我有乃是可靠，莫为颜顺敏卖命。只要你若我都能投降王府，荣华富贵随时都有我都能得手啊！
你老胆量给我出来！好啊，你就出来给我表一个生死！你来食心出来，我就要将金面摕走！李玉堂，再可劝你，莫去顶动金面吧！哼！我唔相信我将金面摕袂到。李玉堂，你就是受过骄傲，不听本官的下劝。今仔日要你死在乱箭之下，用这酒下。